佢，我想同佢再續未了緣，希望下一世要做翻我個女。即係好似你發緊一個好好嘅夢，跟住俾人叫醒咗咁咯。我覺得14年真係太短啦。生命只係活咗短短13年嘅婷婷，喺單親家庭長大，細細個就好懂事。佢歲半開始咧，凌晨5點幾就起身諗住沖奶俾佢，然後佢就話：媽媽，着衫啊，唔好冷親啊咁樣。讀中3嘅婷婷好中意跳舞，舊年仲同二家姐一齊組隊跳出冠軍。佢好好，係獨一無二嘅，喺我心目中。佢嘅地位同屋企人一樣，但係佢嘅出現令我覺得嚟到呢間學校，我係有嘢值得我係覺得開心嘅。可惜2歲開始就患哮喘嘅婷婷，10月31日凌晨突然病發昏迷，送到醫院至發現曾經缺氧10分鐘，留醫直至尋日不治。本來屋企人都冇諗過捐出器官，直至二家姐收到婷婷報網。呢最尾就係同我講話要做多啲善事，將佢個器官捐去救人。佢話無論係大人小朋友都唔緊要嘅，佢話可以將當係佢生命嘅延續。佢話可以幫到人就開心啦，係嘛？經檢查確認婷婷嘅肝同埋腎都適合移植，仲將1/4嘅肝捐咗俾個原本只係得返2個月命、患有先天性膽管閉塞嘅7個月大 B 仔，剩低嘅肝亦都移植俾另一個65歲患有肝硬化嘅婆婆，而2個腎臟就即時移植俾2個長期洗腎病人。校方將婷婷一命救4人嘅事蹟 upload 上 Facebook。佢係一個好乖嘅學生，好有服務精神，好樂於助人。咁所以咧，佢嘅朋友幾多，正係因為咁咧，我哋嘅學生都幾傷心，因為佢嘅離開。大約40個學生到啦，就出席個悼念儀式。咁我哋學校咧都幫手整一本紀念小冊子，同埋咧整咗一段佢生平嘅短片。咁喺當時嚟講係同各位親友分享嘅。有教授就話，今年捐肝嘅數字偏低，暫時只係得58宗肝臟移植手術，少過舊年同前年。